李氏刘兄。杨老对头，你什么时阵转来？拄啊正声，灵堂甲灵位，老夫已经甲安置伫咧陆家川，你做你放心。多谢电脑表头。哇，曹公子，定尊有害之事，老夫已经知影。马长子、甲定保主，伊是为着你的安，才来阻止你去找刘双天报仇。你应该体谅着因两位的善意才对。曹公子，这项物件你先提看卖。这是一份的名册啊。是，这就是武林中的豪杰。因大家听到讲楚老英雄遭遇不幸的消息了，引起了公愤，大家签名自愿特别来替着楚老英雄报仇的。刘崇天，伊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掌握着救命军的能力，所以咱都爱一番招比上乘计划，来得着刘崇天替楚老英雄报仇。多谢田保主、马长主。
扫啊足厉害啊，是？无啥要紧啊，我大概是有去啉着。莲红，你人唔好加休困2天啊。不要紧啦，苗警司的药啊，实在足好用的，外伤都已经拢好啊。小姐，哎呀啦，代志愈闹愈严重。什么代志？楚公主，伊发誓要掠柳双铁为夫报仇，听伊讲另外，还有天龙堡的张堡主，甲伊中义村的马庄主，伊拢要帮忙伊。还有山西武林中100外位的英雄剑士，拢自动要来帮忙楚公主为夫报仇啊！刘公主，伊虽然武功真好，但不过我不得中啊！伊哪有法度通对付遐尼济武林高手呢？表姐，关于刘公主的代志，我拢全部甲你讲啊！伊这滚去老大，是为要继承父志，完成一件真伟大的使命。伊无可能会去杀死仁义、佮善良的楚老英雄，这其中一定有啥物温情嘛？楚公夫，但是带人去报仇，安尼一定会去破坏到柳公主完成使命，会影响大事。莲红，你爱我做什么代志？你尽管讲出来。表姐。我知影，恁讲了拢真对。我也知影，我应该来去劝楚公主，也不过，我实在无面通我去见。表姐，你。阮师傅交代，叫恁暂时唔通离开这间密室。替汉阳潭司马洪已经带着大队的兵马来了。
要讲的话也已经讲完了。姑娘，你若是唔相信，会用去尽量去敲。哦，既然你敢安尼讲，无定着迄个牛嫂甲水莲河，真是无必点即间年糕暗的内面。也毋过，因的中心之处，你一定知影，对无？水莲河是毋是真是无死？生生死死，生死只在一念之间。有的人虽生又死，有的人虽死又生。阿弥陀。你即摆讲即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袂明白。姑娘既然甲袂明白，明年也无需要搁加讲咯。阿玲，听伊讲即间苗青庵，甲丞相有来往，在还未抓到证据以前，检视时莫轻举妄动。阿姑，你着按照咱的计划去行事，将即间征收案交互我。对今仔日起，我要派人包围这座征收案，唔准任何人出入。我才看因是毋是真是有飞天转地的本领。好，也只好照安尼去做。你在这附近甲我行行呢，若有讨拍两只，若无免拍也无要紧。咱要出来的时阵，你都甲人讲咱要出来拍啦。你看咱拢已经安尼准备到遮尔啊，真笔早。若干那凊彩要拍两只山兔，安尼敢毋是足小题大做的？我是要去忽悠一个人，惊迄人知影，所以借口讲是要出来拍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无大，你是要去见啥人？你若遮尔啊神秘哈？哼，伊是要去见阎罗王。嘿，放手，讲笑了啥咯？你放手，我咧起笑。就讲哈，你的秘闻只要互你家己解决，我今日去忽悠。哎，这手电，我放手，放手，哎呦，放手啦！无你说起笑笑，你安尼咧创啥？起笑，后尾替阮阿爹报完仇。笑毋才安尼。哎呦，江秋啊，阮老大吼绝对毋是害死恁老爸的冤仇人啦。啊，搁再讲，凭甲你这两三步三脚鸟的功夫，你若是阮大的对手，你无人发啦。秋的，趁即嘛吼，迄官兵还未发现到你的时，你赶紧走出城去，较袂危险啦。金哥，我问你，哦，你是毋是我的未婚夫？是啊，啊，你后摆是毋是要娶我做某？啊，你讲这个无营养的话，我毋娶你，无要娶啥？张公，哈。夫妻本是了东林，为妻又难你怎临心？千金当大受爱恨，夫妻各打我把斤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讲叫我帮忙你报冤仇哦？是啊，你是要带念兄弟之情，迄才是夫妻之情呢。这都，这都安怎啦？你讲啊！好啦，你甲你斗骹手报冤仇是会用的啦，不过
我嘛袂用违背阮老大的啊！我到今仔日才看清你的真面目，你是一个无顾感情的人，我永远都恨你，我永远都袂恨透你啊！阿尤公主，在后结束面过，却有无愿意去，所以弟兄，你为我顾虑我袂哦，也个你毋免解释，你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，你紧甲我讲。关于楚老英雄的死因，我相信公主绝对袂做出这种代志。也毋过顶天府的人，大家都讲是公主咧杀伊。你啊，你毋免为我担心。这个谣传对着伊克鲁代来讲，更加对我的信任。搁再讲，我的工作对我真大的帮助。我明白，只是我忍不住要为公主安慰的担心。公主，将伊结束。就是知影这件代志，甘南武林名子刘强，为着要替楚老英雄报仇，也已经亲来到此地，要帮着伊楚江文治掉伊的亲事叫刘松天。田保主，啊，听你安讲起来，刘老英雄因着真是肯帮忙我，替阮阿爹报完仇咯。楚公子，电脑标头已经亲身去验证，甘也过唔对。我想有淡薄仔奇怪，刘老英雄，伊拄拄才入城尔，连咱都还袂甲伊见面咧。为什么定天府的人，大家拢总知影这个消息呢？楚公子，俗语有一句话伫咧讲人的名声树的影。一来，刘老英雄伊是一个武林中赫尔出名的人，
二来又搁讲刘老英雄亲自踮要来收治着伊的后生，你甲想？武林中每一个人啊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什么人未来存起着好奇的心，想讲要来看一个心相的呢？对，咱人啊，对这个好奇的代志啊，消息啊，去甲对。楚公主，江南武林名主刘强到了。紧，赶紧准备迎接。是。免讲，我家起来。